作為來自中國嘅媒體人同埋圖書作者，我自然對美國嘅媒體同行同埋出版行業都特別關注。所以波特蘭嘅 KBOO 廣播電台就係我呢一趟波特蘭之行嘅其中一站。呢個係一間由志願者運營嘅非營利性電台，播放本地新聞、文化節目以及少數族裔語言嘅內容，全部都係靠社會各界嘅捐款支持。熱心嘅聽眾可以通過信用卡每月自動扣費嘅形式捐助。電台冇商業廣告收入，亦唔會因為接受捐款而偏袒任何嘅利益相關者。呢種非營利性嘅媒體喺美國越嚟越常見，一方面係源自於理想主義，而另一方面亦係現實嘅倒逼。近年互聯網社交媒體嘅發展，令到呢啲地方傳統媒體逐漸失去咗廣告收入嘅支撐，除咗不斷縮細規模甚至消失之外，就只能夠選擇依賴捐款嘅支持啦。電台嘅 DJ 話俾我知，佢哋並唔會刻意追求收聽率，只係希望俾普通人發聲，反映出真實嘅社區情況。喺呢一個社交媒體主導、流量為王嘅時代，呢種唔以流量為目標嘅堅持就顯得格外珍貴啦。